作為家庭主婦，平時打理家頭細務，開頭都冇懷疑自己嘅姿勢，但係年紀越大，關節勞損嘅問題就出晒嚟，尤其是膝頭哥同埋肩頸位，關節成日都卡住咁，成日發出咔咔聲，有時仲會痛到發唔到力，上落樓梯都要就住，諗住捉下藥油就會冇事啦，但係好快又會痛返。有次做身體檢查，聽醫生講，原來唔去處理關節嘅問題，久而久之，關節就會過度磨蝕，有骨刺增生嘅風險，到期時手尾就長啦。佢介紹我飲攝踏活關寶，佢結合德國尖端科研同埋專利嘅成分，比一般關節產品更全面，從根源改善關節同埋軟骨嘅問題。三大功效：幫助舒緩關節痛，預防骨刺增生，同埋增強肌肉，對修復軟骨好有效。我上網睇過攝踏活關寶，有註冊物理治療師嘅推薦，係信心之選。飲咗頭1個月，關節冇咗咔咔聲，而家飲咗3個月，膝頭關節冇再痛，上落樓梯輕盈咗，肌肉更有力，做家務都唔使就住，擊退關節痛，我靠攝踏活關寶。